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4篇，列王纪上卷22章24节到40节，罗马书11章25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大爱。圣诗上帝的爱那么大，在形容上帝自大无比的爱。台语的歌词这样说道：上帝的爱是这么的大，欢喜的赏赐给我，拣选我卑微的人，让我跟他亲近。副歌的歌词是说到：因为我所知所信的救主，我们若深信来依靠，就能够得到他的保守，能够保守所交托给他的，会保守直到那一日。第一节的歌词提到天父上帝的爱，第2节到第4节就从圣子上帝、圣灵上帝，然后到三一上帝，至圣至高至大尊贵的爱。副歌则是提醒基督徒必须要深深的相信，如果深信的话，就会得到上帝的保守，但若是不相信、拒绝的，就不会得到上帝的保守。我们也看到列王纪上卷22章24节到40节记载了以色列王亚哈的战争，也看到他因为拒绝上帝的预言警告，因此就丧失了生命。圣经这样记载：于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先知走到米该亚的面前，打他一巴掌，就问他：上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，向你说话呢？米该亚回答：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藏起来，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。于是亚哈王命令一个官员把米该亚抓起来，送他到亚门市市长和约阿施王子那里，吩咐他们把米该亚关在监狱里，只给他一些饼和水为生，直到我平安回来。米该亚说：要是你平安回来，这就证明上主没有借着我说话。他又说：诸位，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。29节，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到基列去攻打拉末城。亚哈对约沙法说：我们上战场的时候，让我化妆，而你仍然穿着你的王袍。于是以色列王化妆上阵。叙利亚王命令32个战车指挥官专打以色列王一人，所以当他们看见约沙法王的时候，以为他就是以色列王，都去攻打他。但约沙法喊叫，他们认出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不再攻打他。亚哈对赶车的喊说：我受重伤了，因为有一个叙利亚兵随便开弓，恰巧射中了亚哈王甲衣的接缝处。亚哈王喊：我受重伤了，转回去，退出阵地。当天的战事越来越猛烈，亚哈王在战车里支撑着，面向着叙利亚人，血从伤口流出，车里流满了血，
在傍晚的时候死了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有命令传遍以色列军营，大家都回自己的家，回自己的故乡去吧。亚哈王就这样死了。有人把他的尸体搬到撒玛利亚，葬在那里。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池里，妓女洗澡的地方，把他的战车洗干净，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上主曾经说过的。亚哈王其他的事迹，包括造象牙王宫和建造许多城市的经过，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。他死后，他的儿子亚哈谢继承他做王。上帝的大爱是赐给凡是相信他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是万民的，万民是他所创造的，他必赐下保守与救恩，因为他甚爱世人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，罗马书11章25节到32节提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有一个奥秘的真理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免得你们老是觉得自己聪明。这真理是部分的以色列人顽固，只是要等到外邦人全数都归向上帝，到那时全部的以色列人终必得救。正如圣经所说，拯救者要从锡安出来，他要除掉雅各子孙的罪恶。上帝说，这就是我要与他们订立的约，那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。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成为上帝的敌人，结果使你们外邦人得到了益处。但是由于上帝的选择，又根据上帝对族长们的应许，犹太人仍然是上帝的朋友。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来不改变的。从前你们外邦人不顺从上帝，现在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，你们倒得了上帝的慈爱。同样，因为你们得了慈爱，犹太人现在不顺服，为的是他们也能够在这时候得到上帝的慈爱。上帝使全人类被囚禁在不顺服的当中，好对他们显示他的慈爱。上帝要判断人的罪，判断雅各家以色列人的忤逆，但上帝却要赐下赦罪怜悯的爱，给所有相信并接受他大爱的人们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。诗篇5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凭着你的全能救我，求你用你的大力为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的话。骄傲的人前来攻击我，强暴的人想杀害我，他们眼中没有上帝。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帮助，主是我生命的保护者。愿上帝按照我敌人的恶行报应他们，他要凭着自己的信实消灭他们。上帝啊，我要欢欢喜喜地向你献祭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至善，你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患难，我亲眼看见了仇敌溃败。感谢主这么的爱我们，赦免我们的过错，赐下赦免的恩典，使我们因着相信而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随时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